中华民国军法协会和中国的单位合办2025年共读一本好册征文大赛，也因为中国那边的单位呢，和官方是有牵连的，就方质疑讲这就是统战行为。陆委会正式讲，这个活动防检举，将有可能违反两岸条例，教育部也等来调查。中华民国中法协会甲中央党政机构合办2025年共读一本好册征文大赛，若报名投稿应得到福建研合资格。陆委会证实这活动经过检举，勘查违反两岸条例第33条之一，教育部已经查处当中。记者去中法协会真济摆询问人，依然无回应。暗过伫官方网站发声明表示，这活动是两岸善意正常往来文化交流活动，切莫唔通过度引申做无必要解读。另外，拜六国文老师欧桂枝也捌伫社群软体转发共读一本好册征文资讯。共读一本书，那里面的书单全部都是纯文学性的书单。我这次传到班群了，然后也没多说什么，因为通常这些讯息就是传出去，学生要不要参加，他们自由决定嘛。不过，中法协会甲中方机构合办征文比赛，因为中方主办单位接受中央党政机构，官方色彩真高，被质疑有统战意味。学者提醒，防止中共统战渗透校园，应该会教育定根，强化国家安全意识。其实，当然，我们的反统战作为是需要向下来扎根啊。比如从小学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政府可以做的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宣导，或者是国家意识的宣导，其实是有它的必要性。教育部强调，已经接到相关检举，会照规定查处。陆委会提醒，特别协助中央继续就咱的青少年学生去中国进行统战活动，提醒师生去中国进前，应该注意相关风险，提悬警觉，文革涉有政治目的或者是政治性内容，避免协助或者配合中方宣传导致统战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